他讲了决定大家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听得到。好啦，这样会不会很邪恶这个 party？ 不会，等下就停不下来了，你们一直在里面这样。出去外面抽根烟嘛。不会抽烟了，呼吸嘛，呼吸。好啦，顺便广告一下好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们要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多余的，剩下不要的钱。这个也是用钱去买去做的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钱把它换成现金再捐回去我的部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如果你们喜欢也愿意，因为只有这么一个，我们就这样义卖好了。但是今天太多人了，你们开始有人在摸口袋了，看看有没有不要的钱。我放在网络上好不好？我们就这么一个，然后我就签名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义卖的收入就奉献给我们部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就不要就在这边义卖很奇怪，这边是夜店呢。你看过夜店在义卖吗？不要在我旁边起哦，哎呦，谁开枪？哇，夜店很恐怖哎，太惊悚了啦！好吧，就放到网络上，我把消息放在我的粉丝页，然后还有花生烧的那个购物网站里面。我夜店咖呢，这样就跟夜店咖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那就有起标价吗？还是就让大家随性好了？好啦，就看大家随性好不好？就当做兼香油钱。